1994年6月初3，台北捷运备案，监察院通过前捷运局长谢宝清等8名官员的代歉案。经过了将近4个小时的讨论，监察院弹劾审查会下午以几乎全数同意，通过了对捷运局前局长齐宝珍、赖世生等8名捷运局中高级主管的弹劾案。但是理由包括预算编列监督不当、已付款支付甲合约无符合、工程变更有错误、浪费公款等4项重大缺失。1997年2月初3，伫外界不断的质疑压力，伫成功岭受训的女生决定冒领薪水，避免外界认为因是上成功岭度假。教育部原本规划在成功岭受训的女生和男生一样，在结训时领到薪饷。只不过女生受训是志愿，又不算为国服役，因此这一笔钱的名目是零用金。依女生19天的训期计算，将发给大约3300元新台币。教育部估计，安尼会当省68万9千，回归教育部的经费。放弃薪水的女生嘛表示，因接受历史上的训练，就算是无领钱，嘛有价值。